在地人在地前继续要来讲台湾有一寡地号名真深色哦，像伫咧云林的哪内，都有一个庄头叫做林北村，庄仔内阁有一个社区叫做林北较好社区，所以即庄的村长上界霸气，叫做林北村长。住倒一个社区？阮住林北较好社区啊。 无听唔对哦，因住的社区真正叫做林北较好社区，还蛮有趣的。怎么说？好像在骂人那种感觉。阮这个社区道名真正赞。当地民众只要甲朋友讲因住伫个林北较好社区，朋友拢以为咧滚生笑。这个社区就伫咧云林县林内乡的林北村。实际上地图查询，找云林县林内乡的林北村，果然有即个林北较好社区，毋是咧滚生笑的。 而且伊的村名嘛真霸气，这村长咧报这位称号的时阵是超威风的。不是在骂人，是因为说我们林北很好，因为台语讲林北较好，就是有那个要有担当啊，有架势啊，唔敢加讲这句话。林北较好社区是云林县上大的客家聚落，所以保存真侪客家文化的建筑。即摆因为特殊趣味社区的名非常红，嘛，互全台湾的人认识这个林北较好社区。